来，汤林我来接，隔壁大家走来接，烧个咸菜，干巴菜的，地鸡的生来。第三鸟发现台台里别哒哒。现在你身子嘴里吐出来个每个字侪是我搭里配个音，代表讲中国有一天，埃个闲话会得从你个内心深处讲出来。退休工资3500，一想40岁吃大平均年龄70当中往里会发海生大慢病。就算现在每个孩子可以从外子里生个天波样里出来，把你大众子面孔冲胖子，但是自家吃了不是往了上了，见天天不应，见地地不应的辰光哪办？菜片拿出去容易，水转来比登天还要难。我已经来想一个问题，我要用啥个方法来欢喜孙子，防止骗子娘子读书补课？我单机还为了做点啥？没我，一只个披萨筋。你到罗达去啊？新条啊！